蘭政府軍從德巴爾切夫撤退，佢哋喺當地被親俄分離分子圍困。聯合國調停敘利亞問題特使話，敘利亞政府似乎願意暫停轟炸阿勒頗，而准許嘗試喺當地實施停火。緬甸當局宣布喺該國北部地區實施3個月戒嚴，當地平民正在逃離政府軍同少數民族反政府武裝之間嘅衝突。喀麥隆陸軍喺該國北部地區加強兵力，準備應付博科聖地發動攻擊。近200條巨頭鯨喺新西蘭擱淺之後，救援人員引導當中嘅66條游返大海。